今天来咱报道上大牌是袁小迪推出了个人的最新专辑，合作你是我的靠山啊，安尼讲是咪你对伊咧唱歌这个事业啊，甲最近的活动啊，还甲伊个人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多一分的认识呢？有了哈，所以咱报道上大牌每礼拜拢有一个歌手来做伊的介绍，希望这样的一个呈现你拢会介意吼。咱来听这首袁小迪的新歌《你是我的靠山》，听说了，咱来介意开讲。一山又一岭，一路风雨行到这，雄雄我头看，迷惘的云已经伫山脚，起起落落的海涌像运命，人生步点点过一半，夜头向前行，幸福的船就会来靠岸。我不惊头前的乌影，因为有日头伫背后做我的靠山。路上的孤单，因为有你的期待，甲我来作伴。不管别人怎样看，温温暖暖轻松放下，一切只为你来打拼。无到最后，谁会知输赢？海涌像运命，人生步点点过一半，夜头向前行，幸福的船就会来靠岸。我不惊头前的乌影，因为有日头伫背后做我的靠山。我不惊路上的孤单，因为有你的期待，甲我来作伴。不管别人怎样看，温温暖暖轻松放下。一切只为你来打拼。我不惊路上的孤单，因为有你的期待，甲我来作伴。不管别人怎样看，温温暖暖轻松放下。一切只为你来打拼，无到最后，谁会知输赢？
现在看到袁小迪推出了个人最新的专辑，读掉封面的拍照依然是要对哈，依然是这么的有造型哈。阿哥来的提供来对歌哈，嚼二嚼哈，每一种曲风都希望用他的声音来用穿透性的感觉和你感动哈。小迪其实还蛮在意他自己的作品，他的声音哈，都是安尼，因为按那关系哈，做音乐应该是你一辈子的工作了哈。应该是我应该没机会让他去转行啊。我看到你哈，这个做音乐啦，上舞台啦，那我问一下哈，其实你今嘛啦，就这个艺人去表演啦，不管是过来国外哈，还是讲你做这个舞台总监去做这样的安排时阵哈。会不会浪费你很多精神啊？有时候歌手较简单，我宣传啦，对不？这做我手皮这做领导准备好势对，像即摆我等好去做歌手，就简单，我就甲歌手好了，包括造型的各方面哈然后我给他们一点意见，然后把人拢甲传到好势。安尼都 OK 啊嘛。但是做迄个现场的这个场控啦，人讲舞台总监啦，要做一个演唱会，要好精彩，真的要花点脑筋呢。哇，这个是我最近在参与这个事情，我在想讲比讲咱台湾一般的就是讲空头暗会安尼，像一台布袋车来的，比赛那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你即摆现代的迄种观众甲听众，他是很注重，虽然演唱会来听你唱歌。不过很注重那种视觉，对，迄舞台变换哈，即摆已经3D、4D 哈，迄人是按梯顶飞落来，但是其实伊人是站了起来舞台，你看无，已经到那种程度。我那天还看到一个那个贝利卡卡他的舞台，我看伊是在讲，这是爱开偌济钱啊，他整个黑舞台跟他变形金刚了，他站在那边，整个变那边，后面那一大幕排山倒海，几个大龙倒了，那嘣，这个原子炸弹爆开。对。起码才能吸引你那个观众现场你会感觉那种震撼啊。所以我起码可以参与这台，我这样版本是说，哇。不是这简单的，真的有，还是要很多事情很多专业的事情。尤其是你这个歌手啊，我讲拢嘛是咱家己的朋友啦哈，过来都是在这歌坛有一自己的地位对吧哈？你讲我想要变化后一个嘛想要变化你嘛搞我换一个顶。那暗会都不差哈，暗会是有他出大家位，所以我们就是我的部分我是负责其实我是负责就是把这些歌手的歌，然后怎么编曲，然后和音、舞蹈。还是着重在音乐的部分，和音舞蹈全部都是就我是这个区域而已啦。然后那个这个舞美的这种灯光音响的部分可能就由那个厦门那边内地那边他和音当地专业的人去处理。那个可能要发挥的是应该是阮这场演唱会是最大最重的一个最大头戏了，最多的一个部分。好，这么热心的这个袁小迪始终没有停下来哈。你把好家己安尼好好去休困一下，度个假不？干办？该有干那拢唔捌啦。我其实我要度假，其实我比如讲我甲电话关掉，无我咱公司，我不管是内地啦，还是咱台湾中南部全省哪里都很多朋友，什么你也去比如说去花莲、去台东，人小迪。今仔来无，大家来吃饭的，愈教就愈大群，所以有办法休息。今天宾果请，明仔载迄个请，后日请，还是没办法休息啊，都是那些老问题。阮某讲好，甲你出门足忝的呢，拢干那2间店，咱们酒店就是饭店，安尼呢，哪里都没去，怎么休息？所以讲真的很触鼻哈，好像工作也在娱乐，娱乐也当工作哈，两做哇，所以要他这个好好的放松一下，其实也要他自己想得开啦。无这个过动儿可能无法度，含关机了足紧张的哈。系啊，你关机你个会想是不是有啥代志无？闹高兴，所以所以这都是最麻烦的代志。也不过这么多年宾果看这个袁小迪伊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事业的野心呐。所以说你的这个，我觉得潜意识里面就是希望能够多做一些什么东西在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作品是真正的能够说服自己的。我做过这样的代志，对不？对。而且我最近那个那里的郑老师郑金玉老师也被拍一部电影，以下要修改出家对。
假啊，哎，即摆想要拍手一部电影就假啊。然后他讲要请我做男主角，我讲你卖假啊，你看，希望我还当帮你找一个资金安尼啊。现在其实很多人也愿意投资我们台湾的电影，没错，尤其这些不是大制作的大家都很愿意去尝试，而且有的时候你们看细了做了，反正获利还不错呢，真的是，所以伊讲我要叫我这出也做男主角然后我讲你卖 gay 啊就是嘉禾这个女生才是主角嘛，对，我只是帮因安安利离。决定了吗？有在聊我现在可能会申请另外一家公司可以。拍戏剧，可以啊，但是不是我做头家，我真的是没有那个资金了。那么当时，但是是共同大家来筹那个资金，有人可能乐意去参与，就完成另外一个作品了。对，就是拍电影和连续剧啊，所以可能就比较慢慢的往幕后去退了。就刚讲因未掉嘛，反正先不做。但是莫袂记爱唱歌互咱听咧其实歌是未放弃我这个唱歌，除非真的是闹不听使唤的，微信真的是不会听的。很多人他已经到了年纪，他的喉咙运动力不够你的气不够，那都不听你的机会，所以。我进来，恁两杯就好啊。来，过来一首歌，来。我来介绍这首我的好朋友咱这边江帅哥江志峰，这个专辑内底有帮他单曲制作一首歌做。金桃花好喜欢这个名字加赞的一首歌。好，我们用这首歌来做一个结尾也祝福这个袁小迪演唱会成功。谢谢宾哥，然后谢谢咱家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刚才大家，恁是我的靠山。来听这首歌，江志峰的对，江志峰的作品来。枕头哪有咸咸的滋味？原来是梦中为你在流泪，吵吵闹闹，分分离离，也已经惯习有你的日子。心陪袂离，时常来过去熟悉的所在。春夏秋冬也过去，花开花谢几落年，我也是永远爱你。今夜枕头冷记记，望你回来阮身边，我也是永远爱你。床的枕头哪有咸咸的滋味？原来是梦中为你在流泪，吵吵闹闹，分分离离，也已经惯习有你的日子。伤心陪袂离，时常来过去熟悉的所在。春夏秋冬也过去，花开花谢几
也成